后来佫有人摕到国旗共诈骗，啊，即个钓到的是议员。有一个金塔毛的外籍女子到台中市议员江河树的服务处，讲家己是下到咸草鱼人，卖国旗要来庆所费。江河树当场提出着100块加支持，这个查囡仔佫甲伊做伙来翕相。江河树佫掠准家己红到国外去咯，尾仔才知影拄着诈骗。移民署接到报案，伫附近的菜市啊，找到这个还佫咧卖国旗的俄罗斯的女子，用移民法甲赶出境，短期内袂当佫来台湾。服务处的大门一拍开，一个金头毛的查某人甲手里的国旗摕互台中市议员江河树，佮摕一张字条互伊看。江河树摕100块互查某人，2个人佮做伙翕相。筹措经费要100块，我想讲，我都裤底下都有啊，我都摕起来。字条顶悬用简体字写：我是草鱼人A狗，来到美丽台湾，你会当用新台票100块买一面旗啊，来交阮支持，赞助阮的旅行费用。江河树佮甲相片铺就网真骄傲，掠准家己请到国外，网友提醒，才知影互骗去。身边有10几个。都是这样而被骗去啊！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集团，100块不是多，但是这个侮辱性真的太强了啦。移民署专勤队伫咧台里19家地区查访，昨早起10点外伫咧菜市啊发现一个外籍查某人，伊个当咧四界卖国旗。从事与许可目的不符之行为，已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相关规定，后续将依法执行强制驱逐出国。专勤队查出这个查某人是来自罗西亚，用观光的名义来台，说是咧做诈骗，除了会甲伊赶出境，短期之内嘛袂当过来台湾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